Hello，大家好，今日將會講下一位啱啱離世嘅才子盧國沾。喺我未講之前，歡迎大家嚟到啱啲珊珊嘅頻道。如果喜歡我嘅影片，請點讚留言。如果你未訂閱嘅話，請喺右下角有個紅色嘅訂閱掣，撳一撳就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啦。多謝各位。如果要講才子啊，好多人就以為係哇家財萬貫、富二代、金融才俊，又或者係富豪，完全都唔係。我哋講緊係有真正有才華嘅才子。點樣叫真正有才華？就係可以創作好多作品嘅人，而有呢個嘅文學修養啊等等。咁我哋就係會講盧國沾。話盧國沾咧，佢係填詞啊，填詞嗰啲粵語歌啊，話成3000首啊，啲人都尊稱佢為詞聖啊嚇。可以見到咧，盧國沾佢嘅文學修養係非常之好。咁盧國沾係出生於1949年5月嚇，咁佢係最近2025年3月19日係離世嘅。盧國沾咧係香港著名嘅填詞人啦，咁尤其是喺呢個70至80年代嘅末期啊，佢嘅填詞嘅作品啊，哇！我哋數不勝數啊，真係好多時我哋都聽到啲咁好嘅歌曲，邊一位係填詞人咧？就係盧國沾。咁喺1990年嘅時候，盧國沾咧因為意外咧就喺浴室嗰度跌倒啊，咁亦都可能係中風，令到隻手咧就唔可以活動啦。咁咧就係而淡出詞壇嘅。咁佢填詞嘅粵語歌啊，哇有成3000幾首，我哋可以尊稱佢為叫做詞壇聖手啊，又尊稱佢為詞聖。咁盧國沾啊同黃霑、鄭國江，哇三位啊真係，佢哋3位咧都係粵語歌曲嘅填詞人，喺當時嘅香港嘅粵語流行曲嚇，真係佢哋3個人差唔多囊括咗填詞界嘅3個翹手嚟㗎。咁盧國沾咧細個嗰陣時候，佢咧出生於呢個廣東省新會縣啊。細個嗰陣時候佢就讀私塾嘅，咁佢個老師係邊個啊？老師就係康有為嘅弟子啊，而傳授《三字經》啊、千字文啊等等教佢嘅。咁6歲咧就跟祖母嚟到香港，就住喺旺角個伯父屋企。咁細個都好中意文學噶咯喎。咁可能就話盧國沾幾多歲開始填詞啊？咁盧國沾咧其實係13歲嗰陣時候咧就係投稿啊，佢用個筆名叫沾夢，就投稿呢個青年周報。咁我哋睇一睇盧國沾嘅生平係點樣。咁盧國沾咧就喺1968年咧係畢業於中文大學。佢第一首嘅填詞咧就係無線電視嘅一部嘅劇集，叫做《巫山文》。咁盧國沾咧就填咗嗰首主題曲，叫做《田園春夢》。咁可能好多朋友仔都未聽過，或者如果未聽過嘅話咧，我哋都可以從呢個電腦方面咧係搜索呢首歌嚇。呢首咧就係盧國沾先生第一首歌曲係填詞嘅。咁咪填咗成3000幾首歌，哇！相信你哋唔會話我未聽過佢個填詞嘅歌。有冇聽過《上海灘》先？天蠶變、大地恩情、前情感受等等呢啲好著名嘅歌曲啦，啲粵語歌朗朗上口。
呢啲歌咧都係盧國沾填嘅。咁盧國沾咧就係畢業於中文大學啦，其後咧佢就去咗呢個TVB 啊，亦都曾經喺麗的嗰度做過嘅宣傳部啊咁。90年嘅時間咧，就係盧國沾啊，因為暈倒喺浴室嗰度，其實可能係中風啊，咁咧就撞到啊，咁就係其後就隱退呢個詞壇啦。咁而喺2016年咧，佢就喺呢個紅館啊開咗個作品嘅演唱會，當時佢係坐輪椅噶噃，咁咧就係由佢嘅徒弟啊，邊個係徒弟啊？羅嘉良啊，係徒弟陪伴住佢啊，喺個台上面嘅。咁佢嘅歌曲咧，我哋都係好多係好熟悉嘅。佢啲歌詞啊寫得係好好聽，同埋有意思，有好多哲理啊。等於好似聽見少少苦楚等於激勵，嗱呢啲咪係一種嘅鼓舞嚇。一種嘅令人哋有鬥志嘅歌詞嚟嘅，總要步步前望嚇。咁咧就盧國沾咧，咁我哋都聽過葉振棠、棠哥啊嗰啲好好嘅作品啦，咁好多咧都係盧國沾填嘅。咁啊應該有聽過大內群英嘅嚇，見步履瞬息際遇也爭取，哇！瞬息個時間咁短促都爭取下，即係見到嗰啲字眼嘅用字啊，即係非一般人可以做得到。嗰啲歌曲係由盧國沾填詞嘅咧，就係有唔少嘅歌手啦，有關菊英啊、羅文、芬妮、關正傑、張德蘭、葉振棠等等。咁我哋睇睇佢啲圖片先嚇。哇！大家認唔認得圖中係邊幾位？左手邊第一位顧嘉輝、黃霑，跟住盧國沾，跟住鄭國江。哇！佢哋都係樂壇著名人物嚇，亦都係才子啊！呢幾位都係。嗱，我哋又睇下呢一幅圖。哇！左手邊嘅靚仔係邊個啊？嗰位就係蕭若元先生啊！咁我哋見到黃霑、盧國沾、鄭國江、顧嘉輝，哇！真係呢啲先係叫才子啊嘛！即係而家好似好難揾到呢啲咁真係有質素嘅才子啊！呢個就係我剛才講嘅，就喺呢個2016年啊，喺紅館開嘅盧國沾嘅作品演唱會。我係見到佢嘅徒弟就係羅嘉良嚇。咁雖然當時咧盧國沾係坐輪椅啊，但係精神奕奕啊。咁呢個就係盧國沾先生嘅家人啦，係太太啦，後面就係佢女啊。即係盧國沾先生寫嗰啲歌詞啊，真係好似真係非常之有滲透力啊！真係令到我哋咧好似有個感覺到有蕩氣迴腸之感啊！嗰啲歌詞，你係真係令人嗰啲字眼你用得好精警，同埋富有感情噃。好似張德蘭唱嘅相識也是緣分。佢話每一個夢留下怨恨有幾分，生於世上原是寄塵。哇！寄塵呢兩個字真係描寫得非常之好，即係人生只不過咧就係啲塵咁微小，仲要寄塵啊！即係記住喺呢個年代嘅咋，咁眨下眼咧可能咧就係唔知飛咗去邊啦。盧國沾咧就喺13歲嗰陣時開始填詞噶啦，咁一路以嚟咧佢都係填詞啦。咁佢講咧就係佢就係瞓一覺之後，即係半夜扎醒咧，佢就係填詞噶啦。咁咧就係填到天光嘅。其後佢離開呢個
詞壇啦，再冇填詞嘅時間，你生活係好平淡。咁佢有時咧就話醒咗半夜醒嚟點樣啦，咁佢就話睇下啲文章啊、報紙啊咁樣啦。咁原嚟盧國沾先生咧就喺中大新聞系畢業啦。咁佢嘅太太啦，我哋睇翻佢太太，就左手邊嗰位咧，就係佢嘅小師妹嚟噶噃。咁佢哋哇咁多年嘅相處咧，佢太太照顧得佢非常之好。就好似盧國沾先生咧，佢係喺醫院嗰陣時候啦，就喺浴缸跌倒嗰次咧，就係昏迷咗啦，喺醫院咧係4日4夜啊。咁喺醫院嗰度咧，佢太太咧都係悉心照顧佢嘅，可以講啦，就係即係今生無悔嚇。咁我哋睇佢個歌詞啊，每當變幻時嗰陣時候就覺得，每當變幻時，便知時光去嚇。呢啲咁境界係咁高超嘅嚇，嗰個哲理係咁深奧嘅，即係唔係一般人所明白。咁其實盧國沾先生你細個嗰陣時候咧，就係佢嗰個夢想係做咩工作嘅咧？佢原來喺夢想就想做作家嘅喎，作家嘅嚇。咁咧後尾佢就寫歌啦，都算係作家啦。咁佢覺得咧，其實世事嘅嘢咧都係有唔遲亦都唔早嘅，即係你唔需要埋怨太遲啊或者太早。佢係人生嚟到係咁樣嘅時間咧，就係世事咧都係唔遲亦都唔早。咁喺歌詞裏邊咧，我哋有聽過佢嘅盡力無望收穫，誰人能做到甘於淡薄？美夢會消逝，戲劇人生終有閉幕。咁啊，始終真係人咧，每一個人咧都會有閉幕嘅日子，就好似盧國沾先生就係要離世。咁盧國沾先生佢嘅人生哲理喺佢嘅作品之中，我哋都可以深深體會到佢對人生嘅哲理係點，即係感情方面嘅描寫啊等等，即係俾我哋咧覺得感情嗰啲愛情咧係刻骨銘心。佢嘅歌曲嘅歌詞啊，令到我哋蕩氣迴腸嚇，將嗰啲歌詞啊配合嗰啲歌曲啊，咁令到啲歌曲咧真係繞梁三日，因為啲歌詞寫得好啊嘛。咁盧國沾咧就喺2001年咧就係得到呢個香港作曲家同埋作詞家協會啊頒贈嘅音樂成就獎。盧國沾先生亦都喺2015年咧榮獲第37屆嘅10大中文金曲嘅金針獎，而喺2016年咧就開呢個作品演唱會啦。咁佢講咧，其實我哋要好詫異咁啊，盧國沾個師傅係邊個啊？邊個教佢噶？咁個師傅一定好叻噶啦。咁原來盧國沾咧填詞咧係冇人教噶噃，冇師傅噶噃，係自學噶。咁我哋就好詫異，點樣自學啊？梗有啲淵源噶。原來盧國沾咧細個嗰陣時候咧，住近呢個高升戲院。佢曾經喺訪問嗰陣時候講噶，佢係細個嗰陣時候咧就住近高升戲院，咁成日都經過高升戲院嗰陣時候，見到一沓，哇！嗰啲紙啊沓得好高，原來呢啲咧都係劇目嚟，即係將嗰個嗰啲故事大綱啊，譬如即係寫得好詳盡。咁盧國沾先生咧就隨手拎翻屋企啊，或者係家姐幫佢拎啊咁。咁佢咧就喺屋企咧就細心研究佢裏邊寫嗰啲嘢，哇！佢將嗰個故事嘅大綱啊，即係描寫成個劇嘅長行嚟啊。咁咧後尾咧就盧國沾咧就去到 TVB 做呢個負責周行啊。當時嘅周行咧就係香港電視。盧國沾話咧，當時嘅周行係賣2毫子一本嘅咋，哇！咁咧主要嘅介紹啲粵語片啊、國語片啊咁個內容啊咁樣嘅。咁後尾佢又做過宣傳片啦嘅經理啊咁。
負責宣傳啊咁。咁佢就初期咧就係即係寫咗《田園春夢》啦嚇，即係毛三文嗰首主題曲啊。咁佢後尾咧就係開始啲人發覺佢寫歌詞好好啊，揾佢填詞啊。就喺訪問之中咧，盧國沾曾經講咧，佢係點樣去開始寫填詞嘅咧？原嚟咧就係即係首先有啲資料，即係佢哋講盧國沾認為呢啲嘢叫做天書啦嚇，即係個角色啦，有個角色個劇嘅有個角色啦，譬如角色嘅年齡啊，佢嘅職業啊，佢嘅喜好啊，佢嘅就算中意食啲咩食物啊，佢嘅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佢嘅朋友，佢嘅工作等等嘅，將呢個角色嘅領會咗咧，佢先可以係填詞啊。盧國沾亦都寫過《大地恩情》啊，嗰首歌就主要咧就係作曲咧就黎小田啊，而作詞嘅就係盧國沾啊，《大地恩情》。咁佢講及一啲農務嘅故事啊，咁原來佢曾經亦都係住過內地嚇，見到咧啲人耕田啊等等，佢都有一個靈感。咁大家都知道盧國沾咧，佢又喺啲武俠劇集嗰啲主題曲嘅都係要寫嘅，所以咧就覺得佢真係宜古宜今去填嘅詞嚇。咁啊有好多嘅填嘅歌詞咧都非常之膾炙人口。嗱，好似佢嘅喺大內群英嗰首，佢話我嗟嘆大志不能遂。哇！呢啲咁嘅歌詞咧，其實咧可以應用喺好多人嘅心目中嘅一種同樣有咁嘅諗法。哇！胸有大志，但係都唔能夠達成自己嘅願望嚇。嗱，佢描寫得幾靚，就係夜夜月光灑清輝。但願在花間抱月睡。哇！嗰啲月光啊，我哋睇見啲月亮嘅光輝，係能夠描寫到灑清輝，就好似咁啲水咁灑落嚟。哇！清輝，但願在花間抱月睡，即係覺得佢係幾咁美好，幾咁溫馨，幾咁甜美，幾咁溫柔嚇，抱住個月嚟睡。即係我哋可以想象之中嘅環境非常之甜蜜同埋優美平靜喺花間嗰度嚇。咁另外啲歌詞咧就係天蠶變啦，讓我攀險峰，再與天比高。話再與天嚟比高喎，呢啲咁嘅歌詞真係真係冇翻咁上下嘅文學修養，點可以填得咁好嘅歌詞啊？仲有佢嘅情關始終闖不過。哇！原來即係情咧，好多時咧係勝於理性啊嚇，喺生活之中。咁咧就係大家仲記唔記得啊？每當變幻時嗰首啊，逝去了的都已逝去，常見明月掛天邊。每當變幻時，便知時光去。即係佢嘅意境啊，寫得好高超，唔係我哋即係讀個大學啊或者成你可以寫到呢啲嘅填到呢啲歌詞，而係佢個文學修養，佢嘅品格啊等等，而造就佢嘅思考咧，填到啲咁靚嘅詞，好似戲劇人生嘅一啲嘅歌詞就話。誰人明白你心境寂寞？係啊，當好多時嘅人咧，即係有心境寂寞嘅時間，但係有邊個明白咧？咁啊，仲有講世事難得公允定厚薄，即係個世事啊，邊度好似有得量度，有公允嘅，好多時都冇公允嘅，個厚薄點可以量度啊？咁咧，亦都佢係佢嘅。歌詞填過就係戲劇人生終有日閉幕。雖然盧國沾咧係離世嘅，但係個歌詞咧，相信咧永垂不朽，留喺我哋香港人個空間嗰度，令至到我哋諗起
當嗰個年代粵語流行曲、電視劇集嘅歌曲，我哋都會想起呢啲咁高質素嘅詞。我哋真係好感謝詞聖盧國沾先生。好啦，我哋今日講嘅係咁多，歡迎大家將你嘅意見寫喺 comment 嗰度。如果喜歡我嘅影片，記得點讚、留言同埋訂閱我個頻道。多謝各位，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